请咱备办心来领受。弟兄兄姐，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恳求你大大施恩赐福给阮，给阮来敬拜你的正兄弟姊妹，通做得到医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今仔日是文字事工的纪念主日，真感谢上帝，咱双连教会来接纳台湾教会公报社派我来到咱的中间来请安，也报告台湾教会公报社的一寡需要，期待咱会当用奉献、用祈祷来关心，搁较期待咱会当常常来阅读台湾教会公报社所出版的台湾教会公报、更新的周刊，也是新安公的读经，也有真侪网络或者的文字事工，咱拢会当来参与，甚至会当将这文字的出版品来帮赞别人，摕转去，互咱的厝边隔壁做阵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咱领受到上帝的救恩，咱诚做基督徒，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拢有真侪的见证，咱拢真清楚，咱会愿意来到伫上帝的殿里来敬拜伊，因为咱是得到上帝医治甲拯救的人。嘛有可能伫咱的中间无真清楚上帝的救恩，因为第二场礼拜时刷的时，有一位无道友，伊讲伫8楼上过这个圣经班，看到牧师，伊佫请教一个问题。那安尼时，我佫较感觉咱的教会确实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所以今仔日若还未信主的人，咱佫较需要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我的题目台语叫做“罪罪得到医好”。咱若看国语的圣经，叫做“都得了医治”。迄个意思敢若是拢得到医治迄款的意思。但是咱台语的圣经是较下原文，罪罪得到医治。上帝要医好所有的人的症头、病症，但是迄个接受的人要得到医好，所以迄个接受真济就医治医好真济。虽然看见伫圣经旧约时代，这个医好的信息是圣经真要紧的焦点。上帝真主动来伊所拣选的百姓来施行这个医治甲拯救。伫希伯来的原文，这个救赎甲医治，迄个字根是同款的。所以咱伫诗篇107篇的第20节，伊出命令医好因，救因脱离死亡。伊出命令医好因，救因脱离死亡。这是上帝伊主动来施行医治
甲拯救。伫新约的时代，伫罗马书的第1章16节真清楚，伫遐宣告讲，迄个上帝大权能的拯救，上帝大权能的拯救，就是包括着医好，包括着赦免，包括着救赎。这个医好，这个拯救，这个救赎，透过耶稣基督，伊的死，伊的国活，这个福音要对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有跟对耶稣的人，要伫大个时代、大个徛起的所在来做耶稣的见证。所以今仔日我真好胆一些来向咱来传讲一个真要紧的信息。教会的事工基本上就是一个医好的事工。教会的事工基本上就是一个医好的事工，要医好所有人各种的病，包括身躯、情绪，这个人际关系、人伦理的关系，要医好人的灵性。所以当咱去思考咱教会事工的事，是毋是咱今仔日所做的事工，有真要紧伫这个医好的这个内容内面无？无论咱今仔日伫教会内面有人称呼这个医好的事工是一种内在的医治，也是叫做完全的医治，全人的医治，也是甚至于这个柯瑞虎牧师因通常拢咧讲迄种侵占的医治啊，真迄个侵入到咱内在的迄种的医治。咱每一个人通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最最得到医好，这是咱教会爱真注重的事工。咱教会的同工，也是咱教会领袖，咱是毋是让叫人最最得到医好的这种的权柄，也是叫做 power 这种的权能，是咱现代的教会真爱来面对甲思考的问题。现代基督徒，无论是身躯，也是感情，也是心理，也是遐人际关系、心灵，拢应该得到医好。我相信，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连教会通讲，就是这种医好事工的领队啦。咱双连教会常常也透过真侪这灵命更新，也是邀请真好的讲员，譬如江秀琴牧师、拿欧米牧师，因来时我拢有来参与，拢伫强调，也是咧宣扬教会爱注重这个医好的事工。今天我所代表的台湾教会公报社，因已经伫台湾做文字医好的事工129年久，非常的艰难。咱今天看教会公报也好，更新也好，这个新眼光读经完全是免费。
因一年的预算有到3600几万，完全靠听主的兄弟姊妹来支持。咱爱来肯定这款文字的事工，犹原是一个真要紧，就是你医好人百种而且镜头的一个事工。特别真侪人透过看文字，因为迄个是真深刻，伫遐会当一遍搁一遍来读迄个文字所传达出来迄款医好的信息的时，伫遐伊的性命得到真好的这个医治的时，真侪人伫遐做见证。透过看经新也好，看这个教会公布内面的文章也好，嘛是拢真要紧，是医好的事工。今仔日《使徒行传》第8章的第40到第8节，这段经文真短，看起来嘛是真普通，但是咱真仔细来看这段经文的时，这段经文对咱现代教会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个经文内面藏着非常大的能力啊！你看这段经文，看起来好像是真普通一个叫做腓利的这个执事伊去到伫撒玛利亚这个所在来传耶稣基督，但是这段经文，咱仔细来看的是，伊藏有这个传道事工顶面3项真要紧的奥妙。初代教会受到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真大的这个逼迫，所以因四散。到伫逐位，因伫遐真勇敢、真好胆来见证耶稣基督。虽然看见《使徒行传》记载讲，上帝的道来大大来兴旺，毋拿使徒传福音，这个平信徒也真骨力来传福音。这段圣经节就是你记载迄个7个执事中间的一个，叫做腓利，伊落到伫这个撒玛利亚城，用基督来传福音。这个腓利传道理大有神者，甲医治的这个气力啊！这个腓利到底是啥？为怎伊遮尔有气力？真侪人拢爱甲迄个使徒中间迄个腓利来做比评，因为伫原文的中间，迄是共字啦，腓利是同一个字，但是伫咱的台语就会当分开，迄个使徒迄个腓利叫做腓利，这个执事这个腓利叫做腓利这个腓利呢，咱伫使徒行传看见，伊是受竞选出来管这个平信徒食饭的管办理这个孤儿寡妇供给的代志。虽然伊毋是使徒，但是至少因伫竞选的时是有好名声。有圣神充满，而且平信徒中间挑选出来，这个腓利，诚做这个传福音的腓利，伊毋拿伫这个撒玛利亚城来传福音，伫第8章了后记载，伊对这个埃提阿伯的这个太监来传福音。到使徒行传21章，伫迄个该撒利亚的所在，
保罗因要去到伫这个传福音的会议引导，所以真侪人拢爱伫遐比较讲，这个平信徒的会议，伊的贡献伊的表现，比迄个使徒的会议搁较杰出。咱无需要安尼来比较，咱较爱一只来注意的，就是传福音的事工，人人都通做。这个平信徒的会议，伊互规个撒玛利亚城侪得到医好，这款的祝福，是毋是会当诚说咱今仔日伫传道的事工顶面真要紧的思考？为怎样伊有互人通得到医好的这款的权能？这个权能绝对毋是伊家己本身来，这个权能是对耶稣基督来。但是伊领受特别多，因为咱知耶稣基督伊有将这款互圣人通医好的权能来传予伊学生。这记载伫路加福音的第9章的第1节，耶稣叫12个学生来，互因有能力权柄，通压制囊肿的鬼，医好病症。伫约翰福音14章的12节，耶稣讲信我的人，我所行的，伊嘛要行伊啊，就是比这件事较大的，也要行伊啊，因为我规直白啊。这什么意思？意思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伊来伫世间，伊有领受到迄个对上帝来的迄款的power，咱台语讲做权能啊。然后用国语讲，比较会提到说，这是一种属天的能力。迄个伊是有上帝遐来，有迄个上帝的权能，通行神迹奇事，会当伫遐互罪障的人通得到医好。但耶稣基督也有将这种的权能来赏赐予伊的学生，但是咱看见今仔日伊的学生无一定所有人拢会当领受到这款的权能，但是咱至少伫这个会议的身上，咱看见一个平信徒的会议，伊通领受到这款的权能，这就互咱现代教会伫思考传福音的事工、思考传道的事工的时，真好的提醒。到底伊为怎样会当互规个撒玛利亚城侪通得到医好？咱对这经文中间，咱来找到一种复兴教会的一个机会。透过这么简单、这么明了的一段经文，咱犹原会当找到迄个真多上帝的奥妙伫内面。第一项，咱看见这段经文要甲咱讲，迄个苦难也是失败，也是打击，是要互人侪得到医好的奥妙。这款的信息充满着一种缓和性，你会感觉奇怪，为怎样是伫打击的中间颠倒，
互侪人通得到医好。这个笔卦到底是伫什么所在？咱看见《使徒行传》第8章，迄个时阵就是迄个在使徒因圣神充满以后，伫耶路撒冷城来大来见证耶稣基督，来传讲上帝道的事，因就伫遐遭受到宗教势力真大的压迫。因的人一天3000、5000，伫遐一直加添的时，因需要人来管理这食饭的问题，供应赶赴孤儿的问题，所以因就选出7个执事。另外一个执事叫做司提反，伫第7章的时，伊伫遐来传道，互人用石头钉死。你看初代教会伫这款的处境下面，是偌尼大的失败，因遭受偌尼大的这个打击，因拄到这么大的苦难，但是失败颠倒来强化这初代教会的体质，甲这信徒因迄种的溃烂，因为四线好亲像这个经济去互这个风吹线同款这个福音的经济就传到这个外邦去。咱知影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咧住的所在，这个撒玛利亚城是撒玛利亚人咧住的所在，这个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一直看不起的一个民族。但上帝的道，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伫这个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城，而且要应验耶稣基督的应允讲：恁领受到圣神了后，恁要安怎？恁要得到溃烂，恁要伫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见证耶稣。所以，伫苦难、伫打击、伫失败中间，颠倒福音伫遐得到传出去，可是传到伫迄个毋是犹太人住的这个所在。那安尼，这个打击、这个失败、这个苦难，伫今仔日对咱有甚物款的意义？我相信，伫咱的生活，也是伫咱的服侍内面，咱也有缘面临着真济的苦难甲打击。咱嘛真意爱，咱通因为信靠耶稣基督，通来得到医好。伫咱一般的这个俗语内面，嘛有真济伫遐里面的咱怎样伫这个苦难的中间就拍断手骨来颠倒用。我真爱一个譬如讲，苦瓜虽苦，连皮食；甘蔗虽然甜你爱安怎？爱削皮你佫剥袂落，佫爱配泡。所以迄个苦瓜虽然是苦的，但是咱会当规粒甲吃落；但是迄个甘蔗虽然是甜的，咱无法度规支甲剥落。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迄个苦难颠倒是来激发咱来成长，激发咱来突破的一个动力。最近看《天下》杂志，看到美国有一个媒体的女强人叫做欧普拉，这个欧普拉的岁数差不多减我3岁咱拢知影这是伊伫迄个美国真出名。但
但是伊嘛遭受到真大的失败。结果伊伫真大的失败时，哈佛大学竟然请伊去演讲。所以伊去迄场的演讲其实真正，迄一个失败过的人，伫遐演讲迄特别有气力。伊伫遐讲，失败是为着互咱通转一个方向，搁试看卖。因为伊伫迄个伊本来迄个经营的迄个小顶面足成功，但是伊竟然去尝试新的一个领域。所以伊伫遐失败时，伫这个失败时，伊有这款的体会。所以咱看见希伯来书的第10章35节，伫遐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考劝咱讲，咱无伫气杀迄个好胆的心。咱若存有这种好胆的心的时，咱就要得到大的报赏。今仔咱大部分的基督徒，咱你追求的已经毋是通因为信耶稣来得到救。咱今仔日这真用心、忠心来服侍上帝，咱要得到报赏。但是咱常常会软正，咱拄到打击、拄到失败，咱就伫遐来惊吓。所以咱看见，伫这个这么大逼迫的中间，腓利伊犹原有迄个勇敢，来去到伫这个撒玛利亚城来传福音。这就是传福音第一个秘诀。咱毋是伫迄个真顺遂的时，福音才传得出去。等到咱是伫伫无真顺的时，伫真大的打击的时，咱犹原好胆来传福音的时，伫遐要产生真大的功效。所以这是第一个奥妙伫这个经文内面咱所看的。第二个奥妙就是伫这个傲慢、偏见还是这个成见的中间，最要得到以后的奥妙。这个奥妙特别伫这个犹太人，因竟然去到伫因看轻的这个撒玛利亚城内面来传福音。对咱来看，这哪有什么困难？因为撒玛利亚城甲耶路撒冷城离无偌远，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的突破。就是犹太人真自私，因拢掠做因是上帝选民，所以因看不起别人。但是这个腓利，伊突破这种种族的这款围墙伊对撒玛利亚人伫遐来坚除成见。所以咱看见这段圣经到尾，腓利的传道事工，不但互因做得到医好，阁互规城的人拢大有欢喜。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中间的这个历史的故事足长咱无真侪时间通讲。以色列有一个王叫暗利伊上开先去到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山的时伊用两他连得的银来买迄粒山，就伫遐来建立这个城。了后，因为有亚述来掠去以色列人，有移民入来，了后，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城真做是一个种族混杂的所在。犹太人就看轻这个种族混杂的撒玛利亚人。但是咱看见耶稣基督，
伊传福音的时，一直伫遐来教示犹太人，袂使有这款的傲慢，袂使有这款的偏见。所以咱看见耶稣基督，伊去到撒玛利亚的这个庄头，甲撒玛利亚的妇人人，伫迄个井边仔遐来传福音予伊。记载伫约翰福音书的第4章。咱有看见耶稣基督伊伫咧比喻的时，嘛去讲迄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咱嘛看见耶稣基督伫遐讲医好这个太哥有10个人，干那迄个撒玛利亚人有转来安怎？有转来伫遐感恩。所以耶稣基督一直伫教示的中间，就要教示犹太人来突破这种种族的这个威力啦，突破这款的成见。那今仔日伫咱台湾现代社会中间，咱伫传福音的时，咱敢犹原有这款的成见？咱会想讲，我也毋是犹太人，我嘛毋是撒玛利亚人，我对待所有的种族，其实嘛拢无有什么款的偏见。但是加减拢会呢，咱犹原对这个皮肤无共款呢，拢犹原有一块成见。但是较要紧的，今仔日咱要突破的这个成见，已经毋是种族哦。伫咱传福音的时，咱搁较大的成见其实是传统，其实是价值观，其实是真济咱迄个教会迄个有形无形的一个体制，诚做咱的迄个成见，诚做咱的傲慢。无真侪时间吼，无法度真迄个鼓励吼，有点仔鼓励嘛会去伤着人啊，是毋是安尼？为什么咱今仔日这个时代，袂当有像腓利去到伫撒玛利亚城，马上互侪人得到医好，然后规城人拢欢喜，这款大个有力复兴的这个传道的困难呢？今仔日咱虽然无种族方面的这款的围墙，但是咱犹原有真济宗派的围墙，甚至咱干呢迄个礼拜的方式都有真济的这个限制有人是安尼，有人是安尼。好，咱无真济时间来讲起这个问题，但是咱会当带入咱的思考内面，伫咱的生活甲伫咱的服侍中间，有甚款的难处，互咱袂当亲像腓利安尼，好胆去到伫迄个撒玛利亚人中间来传福音，伫咱内面抑阁存有甚物款的傲慢跟偏见，有甚物款的意识形态，还是有甚物款的主义无时间无搁较深会当讲到真济其实咱常常拢互咱家己掠做对的，伫遐来限制咱。什么是灵恩派？什么是福音派？什么是自由派？基要派？其实要甲大家分享，2005年这个福木教会因开始推出一本《活出美好》，我想咱中间真侪人有看这本书这本书真侪人真爱看对真侪慕道友也真大的帮赞我有一个朋友伊安尼买规车的《活出美好》若有人爱看，伊就送伊看。《活出美好》
第一步、第一章，你强调的就是扩大你的视野，扩大你的眼界啊！扩大你的眼界，就是安怎？就是爱剪除这些傲慢、偏见、意识形态。所以咱看见这段经文，虽然无甲咱讲遮济，腓利伊去到伫撒玛利亚城传福音，这个内面就藏有遮尼奥妙，爱突破这围墙的这款的这个奥妙伫内面，今仔日诚做咱传道事工顶面真要紧的提醒。第三项，咱看见为怎样侪人得到医好的奥妙，是腓利用上帝的权能来服侍。伊毋是使徒，但是伊竟然有这款的气力。那安尼，咱就知影，今仔教会真爱用资历、用地位来排名，掠做愈有资历、愈有地位的人，伊的权能愈大，官大学问大。毋是，咱看见腓利，伊的权能是因为伊有上帝的心志，伊就是去做，就是去见证，伫遐互撒玛利亚人竟然听见上帝的道，也看见伊所行迄个异好的神迹。所以服侍的奥妙就是必须要你所讲的，佮加上你所做的。所以最近我用真些时间来读富勒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叫做柯瑞福，伊伫这个内在医治得到头榜的这本书内面，伊伫遐提醒讲，传福音上大的挑战，毋是咱有甚物款的气力，上大的挑战是咱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咱是毋是有甲上帝有真亲密的关系？咱真深知影迄个上帝的心意，咱真深知影上帝的心意的时，上帝就有天顶透放伊的权能，伫咱所有愿意甲伊同工的人的身上，咱就有腓利这款传福音大的权能。这个柯瑞武教授以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我将权柄赐给你》，底下真清楚就是你强调，咱的上帝真早就有将这个亲像腓利这种会当行神迹医治人，互人侪得到医好的这种的权能来赏赐互人。所以这问题就是，咱是毋是有准备好，愿意来接受上帝将这款的权柄来赏赐互咱？当咱若真意爱，咱家己通侪得到医好，咱真意爱，通得到这款互人侪得到医好的权能的时，咱来向上帝求讨，伊绝对亲像赏赐互腓利同款赏赐互咱。所以各位兄弟，今日我的信息其实真简单，嘛真明了，就是望咱大家拢会当记得掉，就是要邀请咱来靠着咱的主大勇敢。毋惊这个打击，毋惊失败，毋惊咱即句的处境怎样，好胆来传福音。咱来挖靠咱的主，来
突破咱家己的限制。迄个限制毋是别人甲咱限制，真可能就是咱家己的观念、咱家己的价值观、咱家己的传统、咱家己意识形态甲咱绑掉了。咱嘛期待，咱会当做来到伫上帝面前领受有上帝投放落来迄款的权能。那安尼是，咱就方向足清楚。今仔日咱教会事工，基本上就是医好的事工。医好就是救赎，医好就是互人脱离罪，医好就是互人离开迄个魔鬼的辖制。因为咱的上帝，伊有英文讲，我就是拉法的上帝，我就是医治人的上帝。这在圣经在出埃及记的15章26节，伫遐是咱的上帝亲自伫伊所拣选的百姓中间宣告的，讲我是迄个拉法的上帝，我是迄个医治恁的上帝。今仔日伫这个使徒行传第8章，佫真清楚互咱看见，这个腓利伊伫撒玛利亚城，就是运用上帝赏赐予伊这个权柄，来做一个真成功的见证。耶稣爱咱嘛拢亲像腓利，积极来带人来做得到医好，不但带人做得到医好，咱家己真要紧，爱得到医好。这个医好上要紧的，是迄个真内在的医好，真深层的医好。这个医好包括咱的体毛质，包括咱的这个心理，包括咱的精神，包括咱的灵性，完全的得到医好。这个医好就是上帝给咱的祝福。今仔日咱若要将这个祝福，给咱厝边的人，给咱的同事，给咱的同学，给因也拢通做得到医好。这个医好的权能，是对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带予咱的。伊真爱咱通得到医好，咱通相信，咱抓牢着上帝这么大的应允的时，咱就清清楚，咱今仔日来敬拜这个上帝，来亲近这个上帝。绝对不是干那来一只一礼拜来一遍就好。咱敬拜这个上帝，咱服侍这个上帝，是每时每刻该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亲密到咱真清楚，咱是属上帝的人。今仔日咱是一个伫上帝内面是完全得到医好的人。咱迄个医好绝对不是表面的，是真深层，伫迄个内在，完全伫上帝的关系中间得到起造的这种的医好。当咱达到这个境界时，咱就心内深深相信，咱所相信的这个福音，是会当带人喜乐的福音啦。所以，这在圣经在有人真爱用迄个虔诚大有欢喜来做题目，但是牧师用迄个做得到医好来做题目，咱就会当看见，当你做得到医好的时，你的生命，也是你的环境，你所住的国度，你所住的台北城，是一个喜乐的城。咱看见，咱真济会调查咱的这个台湾的喜乐的指数
是非常的低，因为咱台湾人需要侪得到来医好，当然爱做一个决定。各位兄弟，咱今日来一遮来敬拜上帝，上帝的信息进入咱的心内，甲咱的内心来对话。你有心底爱来做一个决定，你要得到这种最得到以后的祝福无？你若要，请你有你的心内对圣神、对上帝应答讲你愿意要最得到以后。你有想要得到这种互人最得到以后的权能无？你若爱，你甲上帝讨，上帝早就应允，咱会当带互人祝福。带互人祝福上具体的方法，就是伊的身躯病痛，伊的心灵病痛，伊的情绪病痛。伊伫遐面悠悠、头揪揪，喙手无收，阁规日哭哭休。迄种无愿望的人，你要安怎互伊通得到欢喜？就是你爱将这种上帝的福音来帮助伊，等于真正甲上帝相拄，进入伫上帝亲密的关系内面的时，伊要大得到以后，所有你认捌的人也要最得到以后。咱对心底来讲，阿们。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看见这个菲利伊遮尔勇敢，伫迄个教会真受到困住的时，伊来到伫撒玛利亚城来传福音，伊带予这个城遮尔大的祝福。阮对这个经文中间看见遮尔大的奥妙，这个奥妙对阮现代传福音也是教会传道事工有遮尔要紧的提醒。其实阮常常伫遐敲吹，阮是要安怎来互台湾、互台北城大有欢喜。上要紧的就是，原来将耶稣基督的医治带入到伫这个台湾到台北的中间。因为耶稣基督互台北、互台湾众人拢最得到以后，主恳求你的权能，今仔日搁一遍来坚固阮，坚固阮每一个跟对你的人，阮气杀迄个无胆的心，我无将迄个勇敢的心来气杀。当阮存有这款勇敢的心的时，阮就要伫主你的面前大大得到报赏。我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